来看即马这无人机除了送医疗物资以外，嘛会当来送货。这是新竹关会中心的创全台湾头一个是试办用无人机来送货，5公里的路程嘛对30分钟缩短到剩10分钟尔尔。这关会中心是希望讲，这未来会当真做是紧急医疗救援的方式。可以吗？好。甲装货箱仔放伫无人机，准备甲货对关会中心送去病院。过程中有 GPS 定位，操作人员只要看电脑确认5公里的车程，自本来半点钟，即马利用无人机只要10分钟，就当顺利送到位。如果遇到所谓的天灾或者是战争的时候，那血品的运输基本上在路段、桥段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有及时上路上的运输就会遇到阻断。在测试飞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有用温度计录器，那实时在监测它在运送过程中血品的运送的温度都必须维持在1到10度。过去拢是利用车载的方式，唔拿了时间，上惊的就是塞车，万一拄到天然灾害，也是紧急的时阵，更加紧张。新竹关会中心就用无人机来送货，这嘛是创全国大声。现在的无人机的整个科技的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跟进步，所以我们有思考到，如果用医疗用血采用无人机来运送，应该会有在时效上面，还有救人的这个及时性上面会更有效率，会更好。未来我们是希望朝向定期的提供医院紧急用血的一个方式。新竹关会中心指出，过程中除了温度要控制在10度以内，也需要确保稳定甲安全性。目前无人机送货搁伫试验阶段，望未来建立出完整的紧急用货救援方式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